今年1月，这台东某一间国小的学生特教班爆出虐待囡仔案件，家长呢含入卫视开记者会，指控这幼稚园的老师会甲囡仔摔伫涂骹，甚至拖起弄壁等等的行为。那台东地检署伫今仔日表示，这桩案件已经侦测终结，受害囡仔有6个，会针对涉案的4位幼稚园老师和助理员提起公诉，这个人相当有机会关到6年10个月。相片，这个查某囡仔喙唇硬化真严重，家长看到真唔甘。今年4月，家长伫立委的陪伴召开记者会，控诉台东某一个国小学前特教班的老师，好亲像对囡仔不当对待。对这代志，台东地检署进行侦查终结，发现被害学生囡仔有6个，初日针对涉案的4个幼稚园教师甲助理员提起公诉，并求判当刑。高险我们的具体求刑大概都在5年到6年10个月之间。那送审大概都在3年到4年之间。这件儿童虐待事件是今年1月发生的，有家长这个囡仔身躯乌青顶不明伤痕。学校第一时间讲是龟仔落落来无细日去讲到，后来调阅监视器才发现，原来是老师甲拍的。家长是不满台东县教育处经过1个月调查了后，才对涉案的老师罚款改聘，无确实查清楚代志的头尾。教育处那边的答案就是说他们没有错。他们依法行事，但是对家长来讲，你们教育处不知道吗？你们从头到尾，你们一直在包庇，一直在官相护，不是吗？这件事情很遗憾，但我们对于孩童的照顾会持续。在新的学年度里面呢，我们会因为这个班级只剩下6个孩子，那除了原本的2个老师之外，我们也加派了3位的钟点的助理员，继续来协助跟照顾这几位孩子。针对检方起诉涉案的老师，家长表示尊重司法，希望莫阁有囡仔受害。监察院进前嘛已经主动立案调查，要求台东县政府甲学校说明调查机制，并检讨即卖的监视器调阅办法。记者采访报道。